一揭起，打，前面有怪獸，先發死光，然後再飛。香港你無限多創意，來對你以後回味。出馬！諗一諗，然後創造票，超過死板是你自己。其實咧喺科技嘅應用嚟講咧，好多時唔係淨係睇個科技係可以點樣做嘅，仲要睇埋個科技實際上面究竟可唔可以計到個回報咧 ？RFID 咧應該擺喺一啲高價值嘅貨品嗰度嘅，咁其中珠寶咧係一個我哋覺得係值得用嘅地方。平嘅貨啦 ，around 譬如5000蚊港紙，貴嗰啲可能上緊100萬嘅。咁講緊擺幾蚊嘅標籤喺度咧，咪值得用咯。咁如果譬如一罐可樂，你要擺1蚊去黏一張標籤嚟講咧，呢個太過難去做啦。每次出 show 之前，就係可能要做盤點，做嗰4日先做完個盤點。但係用完 RFID 射頻識別技術之後咧，講緊1-2個鐘就可以做完，跟住之後就可以出 show 啦。利用射頻識別技術咧，就係想更加快或者更加準咧去攞每件，譬如可能每件戒指啦，或者每件珠寶入面嘅資訊嘅。因為呢啲資訊咧，如果你攞得佢越快或者越準咧，咁你嘅營商贏證書咧就起到決定性嘅作用嘅。因為處男獻出手本好戲，論價嘅戀人沒法兩隻腳精通演技，喜笑佢每個也跳戲。Gentlemen on the right。